牵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温夜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vai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要不要有做较大咩？错嘛？错啊。生意越来越好了啊！哈，董总，你呢？冇，心情唔好啊？冇啊，冇。徐家怡，你难过嘛嘅喏？你唔似家放弃嘅啊？难道含住东姑一追求起家幸福哦？安尼就全部就出来咩？系啊。哦，好啦。一杯炒 Q， 一杯客家炒肉，体验出潮卵，做出系當嚟。好，外公。阿陳姐，一桶哦，嚟先弄酒水，生意哦，同時哦。炒好嘛哈，攞個嘢出嚟嘅。哦，睇住啲炒係品得好誒。啊，你姐，麻煩嘅下個要排練，攞嚟分數拿一下好嘛？假次真開學呵，應該就中無行唔過來嘅。係啊，佢這個月出家啊，俺知道件公數公腳，乜事情做唔好啦。結果也一唔出哦，證明知道欠你債。感恩啊！哎，感恩有啦。然後來送你嘢。應該冇人洋葱啦。馬冇人飲咗，通屋企唔要來行啦，來嘢啦。那應該係幾耐吧？你吵出來。感恩啊！等我做點下嘛。做點下，來，企下。生意啊，而且正要送煙，然後講一下哦。來。來，坐一下。還要沖下。你跳擺了，應該是個時間唔係唔愛痛，嚇。有半年來真開心嚟嘅啦，應該喺到上海做事嘅時候，有你太太。你哦就會按你啦，一摸喊起來哦，媽個事情就唔顧了呀。迄個哦，老身體打壞佢咧，就算講你存再多嘅錢，咩冇用咩？嗯，很講愛咧，你自家妹妹窮樣。嗯，我哪有老你窮樣呢？我比你較注意身體好冇啊？我來啦，聽講你呢，我去市場買咗一補個東西，幫你補一下。謝謝。好了，你還困一下哈，阿蓮過一聲你聽聽，我一聽說。出來啦，你要記得咯，要去醫院檢查一下喲，哈。
做唔得的，一痛起来就是止痛药的呀。止痛药的对身体也唔好呢，你知吗？我知啦，那我去做检查。许佳音小姐，好，麻烦到里面，我们做一个检查。去这边。钱春兰小姐，钱春兰小姐。拿出来啦！呀，老过来。我来呀。哎，对。什么？钱春兰小姐，你这边坐一下，等一下医生。好，什么啊？好。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。你流产以后有没有好好休息？因为工作很忙，所以你们就是这样。唐亮嗓不把自己健康当又暗中嘎人了。才会这么多。流产也是要坐月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好好调养的话，很容易会有一些后遗症哦，像是月经不顺、腰酸背痛。如果严重的话，将来可能会有习惯性的流产。以后我会注意我的身体的，谢谢。好了，衣服穿好就可以出去了。钱川兰小姐好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没强样落问题啦，你还唔顶用嘅，啊冇条水唔得呢，卫生啊瘦溜溜嘅呢，痛唔痛哦？即流汗啊，很奇怪哦，该流出来汗咧冷嘅呢。这些应该都是更年期的征兆啦。嘿。阿妹啊，丫用去洗身啊？哎呦，你啊几日都见流汗啊，仍然啊洗脚边呢。你早上就要去看醫生冇啊？要啊。啊，醫生因為講，阿妹啊，醫生因為講啊，阿妹，檢查有乜嘅問題啊？阿妹。哦，冇啦。醫生講係喺更年期啦，要靠咗補牙石啦。喺我嗰邊嗰邊看下嚟啦，忽然間到咧，全部咩人嚟？哎呀，最好啦，唔記下冇講法，硬上講哦，檢查有乜嘅問題？有乜問題呢？冇到喺度講法啦。東哥啊，啊今日頭正爽哦，到到一間人呢。到乜嘢？家人啊。家人？幾時做？點樣嘅？我聽遇到醫生講嘛嘅，以前哦撩台高呢。我用想講用我按度去到，我一本醫生看，我睇到隻聲音當場啊家人呢，結果行下出來，真嘅係下家人呢，佢看到我咪戇聽呢，唉，用眼怪細妹哦，要做硬嘅事情哦。天天本來就死嚟騙戲啦，幾奇怪呢！阿萬通啊啱好又冇人嚟講咯，啊冇聽錯見咩唔掂啊？記起啲哦，家先講到咩天東攀地啦。心情都唔好，其實一種講起，你冇睇就死你咧。
了时间了哎。阿珍姐，家燕有找无？燕来燕来请假日哦。我想哦，我车队冇看唔创燕哦，我再接再厉啦。我来献机。安姐姐。 阿姨，全部人讲的对冇？你的身体有用了吗？对呢，对感情，真嘅爱付出动态的代价。家燕，本来这几天，许佳音，你愿意嫁给郑东明为妻，一辈子照顾他，在他最危难的时候，也陪在他身边，直到白头偕老。你做嘛？嫁本来，没答应啊咩？依你相信的哈？ 给本意安心，其实那情况只用一撒。哪个音？你唱不出啲嘢，你真係唔介意？唔會，真嘅唔會。太叔伯講，我真都未發生。 我希家醫生嘅，照顧佢，冇佢希望，殺佢，唔好俾佢受痛苦。家燕，嫁本來。只有那些喏，规下子都冇看到你。阿妹，我有事情同工。嘛事情啊？阿妹，你先坐下來，先坐下來。做嘛该啦？嘛事情咁嚴重哦？我哋嘛事情啦？我要結婚嘅事啊！你嘛該結婚嘅事情？我冇去相親。 我有對象，有對象了呀？乜嘢啦？我哋聽託家燕做朋友。我嗰時同阿東哥開始嚟話，我養長啲。從細就開始嚟啊？阿東講啲真嘢咧，要講開玩笑。 用啊，你唔贊成啊？贊成啊，我唔贊成。阿東話從細看到大啊，做嘛？當阿弟嘅個性啊，喺68，腳踏實地，我是冇想到講唔會中意佢。對以前他來講，確實唔會中意阿東哥。不過，我以後冇強養嘅啊。我從上海、台北轉來以後，我發覺。 原來平凡最幸福呢，所以咩因為安呢？我看阿東哥當到好嘅地方。
做乜健康啊？看唔睇咧啊！董事咧咩？去上海嗰啲台北按到原來，經過很多事情，還沒進婚姻咧嚴重，怪怪的。講起來，阿寧帶佢拿啦東姑鄉下啊？當然啦，怎麼？是講你同阿東姑交往，也出來人哋嘛啊？阿東姑我哪伊講啊？是講也出來以前經驗沒了情愛。佢煩惱講阿東姑哦，婚姻態勢的煩惱，到底阿進婚姻啦哦。那係咩特別的啊？唔應該按家老阿妹講一件事情，一下就含地阿姨幫用的想，佢真然做得教書拿啦東姑鄉下嘿。看見到拉什麼？上3年一下洗菜一桶差唔多嘅啦，假使愛最佳吧，再最佳就好嘅。好，咁慢慢等哈，等陣就來。好，按住先。好，安住先。哦，用啊。你有進步哦。佢當然啊。哦，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不過吼，你就會嫁出去咧，夠熟練吼也冇用啦吼。喏，小公花多做事情，好嘛？哎，你姐，其實哦，我做咗啲啊，去東東泰國做演員嘅，之後哦，我冇想到，俺個就要結婚了呢。哦，真係人不可貌相啊！哦，我太小看東東泰國了呀。你看到葉老闆嗎？馮太子啊，是你家店。人講兩位朋友啊，當有名，可是啊吼，你摸落說的話吼，是像啊，你摸落嗰倆地方。是嗎？俺唔會騙你啦，來試看看。不要，要抽哈。來，還有你嘅菜單呢，看一下有什麼嘅。先來個最有名嘅米滿鳳肉。好。哎，先生又來過哈。阿講，該英雄啊，董承呢？哎，小姐啊，有沒有什麼好吃的可以介紹一下？哦，哎，你點補的菜哦，當作就會招牌啦，像呀有時太重啊，吃起來哦又酸又濃，保證哦吃起來不會太油膩。我講，個太重啊吼，咬起來啊，這哦真言懂我聲。正經？啊，唔會騙你啦。還有啊，哎，你倆客家小炒，哎，真材實料哦，給蔥段啊、魷魚啊，還有滷過的豆乾，真年輕好吃咯。客家炒肉一定冇食過，我講，佢食起來味道啊，哦，有點辣辣。我講，你食下一定懂開胃，真懂到飯。那既然你都吃過了，就由你來決定啊。那再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好的推薦啊？全部。哎，就我們兩個吃，哎，你叫那麼多吃得完嗎？我按有會啦，該是鮮來啦，幾多菜，該是你中意法，我還買菜單啦。好吧。該是鮮來該，哎，用時炒太重。好，太重。米滿鳳肉。哎呀。啊，韭菜，哎，還有該，這個加半條蔥。阿妹唔好按用啊！你以前唔係懂中醫介意？你冇感覺你太複雜係咪？點解咁複雜？那有細某人還蠻結婚咯，是容易有生人嘅啦。結婚用嘅，其他兩個冇關係啊！再講，介意嘛嘅事情全部都同你講，佢同佢要嫁生人鄉下，係一件冇睇實生嘢嘅事情，係全部都啲。我唔覺啊，嫁人唔係以前嘅嫁人嘅呢，佢從細眼就看到睇啦，我咩懂教義嘅呀？唔過記咗你整部嘅心權啊，絕對唔會答應你啦。阿妹，啱人上唔夠夠對介有點過分啊！唔係過分啊嚇，我講你小偷不用說點得嚟我嘛。阿妹。我係真緊受嘅，係佢身體嘅底毛啦。佢嘅身體有用受乜解？醫生有講過啦，佢喺馬強生人嗬當困難啦。佢係真緊交落嚟你整部，無法度強生人，家你整部咩無後台嘅咩？唔係喺眼用把當你整部嘅做成舊帶喺度啦。唔上天台嘅啦，再講也醫生動用判斷冇問題。好啦，我冇亂講你啦。我俾我同講，人嘅天一定要做人工不用，出來用。你不好子啊！哇，我真的
的没有想到客家菜这么好吃，尤其是这道风肉，唇齿留香，厚色。讲实在，伢咧然后还说到暗开心、暗欢喜哦，迄个亲太希望对无？蒙太子啊，啊无便宜吼。 该啊，很米来适合那客家菜呀吼，你看我妈上位了，你看你哈全部是呛呛的，唔上位这位哦。哎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人一定要有尝试的精神，你不能够说没有尝试过就说不好。不过小钟真的谢谢你今天带我来到美满楼，安子 C， 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道地的客家美食，我一定会帮你好好宣传。是吗？唔是啊，美满楼啊吼，做都是要美丽地方啊吼，了吼，客家美食的代表诶，吼，大家全部第一。哎，那就是说我孤陋寡闻喽。 无样啦，讲实在无言讲暗号啦，迄个唔甘嫌品。你真是懂客气啊！老板娘，我有个很冒昧的请求。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怎讲？我想请你把风肉的秘诀告诉我，因为我本身对烹饪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我想自己做做看。哎，蒙太子，按摩麻好了，人家传统的秘方诶。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家子啊！ 假使那个风肉的，个等下老婆来哈，好，好来。好。也就是我细汉么，我小女儿哈，其实啊，日常伊的啊，底部有肉、鸡肚、笋干、酒，一顿鸡酒，哈，全部吃到掉，步骤全部在底部，好。但你无了解，你打电话来问我，那我同讲。 啊，安子 C， 我好感动哦，谢谢谢谢。你这个传统真嘅唔係留一數呢？唔係我同講，我知道客家美食哦，哦，本睇一個風肉，我做同我啊。我發覺。哎，老板娘。家燕，嗌來出嚟一重啊！唔是啦，冇記重嘅啊。 嘉欣，这条片哈是麻烦你嘞，咱不是用太来哈，我哋去冲买一下转来。等先呀，好来。嚟咗。有啊。家燕樣講，佢冇樣講。佢冇樣講，真嘅呢？家燕，唔是笑啊，我們以前同中年啊，佢講我唔聰明過太房啊。小時候，佢從南外同比哦，佢講佢用一隻太昂嘅來人啊，我家燕眼聰明啊，唔是亂講啊，佢冇講乜嘅啊。 以前一直知道愛情係兩種人嘅事情，不過以後冇強樣誒。那啲的愛情要長長久久，一定要兩不卡人答應這樣做的。所以要不要讓強下，那希望做得到大家的祝福。 喝茶啦，謝謝。排泄呢，臨時臨日打電話係唔過來。我想講啦，你產品身體有較好冇？當好啊。阿姨啊，唔建議你到醫院買個做糖多嘅對冇？那其實做啲，唔見邊啲做冇搶得落一刀誒。揾做係愛，你唔希望切下來嘅，老安尼先冇窮下。家燕，你莫咁講啦，你從細愛看到他呢，你前輩讀書，你又上到東江，
我就去希望哦，没有怎么会唱阿勇人啊。不过对做成球来讲，我一点都唔合格。我以前真然做得动唔对嘅事情。我以前遇到愛情，嘛嘅做得唔慣，唔單傷害人嘅家庭，切家你輸上當衝。家人啊，其實阿姨係，那其實冇想過再談戀愛，冇想到阿東姑本來就懂踏實、懂實在嘅感覺。不過阿姨，唔放心啊，我做得體諒人嘅想法。阿東姑係隻當好嘅細佬嘅，佢應該請過一隻比我更加好嘅細妹嚟相對，所以唔講唔讓我想，我做得體會。家人，你真見哦，係隻當好嘅細妹啦，從細人個性當獨立啊。有嘛事情哦，你们唔會講出來。我記得有一班以為到人老太老人家嘅事情本人人幫，你們唔講出來，是點點不人美嗎？其實阿姨哦冇別的意思啦，阿姨，我冇隱瞞人嘅啦，係我自己做唔對事情，我自己會負責，唔講尊重嘅家庭。那做個尊重，我先落醫。唉，我係戇嘅，真見係老糊塗嘅咩？到底係想乜解？發生安嘅事情，家人嘅一家要當艱苦，那對起。感覺我為到兩件事情反對佢調查強下，我到底要點做呢？徐家英，唔好堅強，以前的風風雨雨唔係做行過來嘅。也喺唔出家嘅天嘅路，做做唔得 healthy， 也冇自己 healthy。不過以後啦，東姑會發展很樣嘅，一下讀到所有嘅事情，所以因為人過去做唔對嘅事情付出嘅代價。今日到了咯，安弄咗啦。冇啦，你啦東姑行行嘅，冇應該到嘅啦。排泄根本係冇做來天數。排泄嘛該咯，俺兩啥談戀愛時節，到นู่多杯行行啊，真好咩哦？慳白喺家了，有家庭有生意咯，上一了就冇辦法咯，嚇。那生意算冇嘅啊？慢慢嘛，阿姐，冇嘅事情啊？我有事情弄上場，弄上場。聽講伊公休咩？我想來咗阿東姑同阿蘭姐來幫佢食餐飯嚇。唔是無限嘅啦，人哋休息，就好好休息就好呀。哎呦，你又麻煩咯。講實在，這無限我就放棄呢。阿蘭姐又要拍啥？阿東姑講唔是講咯，一家人我冇同佢客氣嘅啦。我話想看哦，你安好嘅事情阿蘭姐哦，唔啲放棄一樣嘅，我想看下。人茶好，每天有不用假啦，先過一日啦，好冇？我先去什麼嘅？阿四上飯店冇乜嘅，人家冇乜營養，有乜點營養來啦？阿妹，你真係冇講那老東姑嘅事情嘅冇？阿呢，那真係壓力動態呢？那老東姑強下又冇一天要撈佢結婚。
做阵叫他去救的，也气甲咩唔伫。奇怪，龙沙出去了好好，难道佢同阿东姑先搞？东姑，好嘞，等下样做啦，先坐下来。阿妹有法论讲啊。阿妹啊，如果同阿公家人嘅事哦，歹势，我冇办法不用去记，唔是公安多。我只会有人讲家人嘅事情啊。阿妹，做嘛嘅冇办法接受去啊？你以前咪动中意去，就因为意思唔好，你全部讲佢唔好。拜托你最提我小时候动中意去，也冇经常叫家本我冇办法不用去去，咪冇办法接受骗人嘅生活嘅。不过我咪唔想帮人艰苦，我实在唔点用嘅账户。阿东姑，阿妹啲吼，二老家人两家哦，全部当乖当好。乜嘅意思啊？我下晝老家人見過面嘅啦。下晝老家人見過面，唔同佢講乜噶？唔用問佢，佢都係講乜噶？乜嘅意思啊？佢希望你啊，前者比佢較好嘅生活會強下啦。叫人講哦，尊重我意見。阿妹嗌用做乜嘅？見咗嘛喏，你咩先聽啊老爸講就一嚟講咩？我同意讓人拖家人啦。阿妹唔同意嗌拖家人，真嘅咧啊！我都發現，阿姐姐阿妹，好嘅啦，看兒火兒都愛用啊。唔知下一擺嗬，要拖到深秋，唔記得嗌只阿妹冇。唔會，嗌同家人啊，我強下又好唔。好嘞啦。莫放棄提做啦，但件事情哦，雖然攏係你阿講呢啲，含啲家人哦，不同家本義務咧，我加油啲嘅哈。阿妹，我要加油！只阿妹啊，起到藝一片，我哋將識到天星萬強弱，我要全力打咁，本家人啲捱嘅生意。好啦，看下10萬條俾你。謝謝阿妹，以後一定會有好。兩場真件事嚟錢咧，我坐尾人同阿家人講哦，同阿東姑來嚟食飯，我慢講得人就就嚟啊！係啊，我驚哦，較慢啲嘅吼，我個好心球哦，本日拖走去用解散哦。我講放呢段樣，係啊，用上就上嚟啲啊，你我燒了最合意啦。來，食茶啦。哎呦，是馬茶喏，我食茶啊不卡多咧。你莫唔記得，我不靠喺開茶行嘅了。其實哦，我基本以來喺度講阿家人哦，鬧東姑嘅事情啊。哦，春阿姨啊，你喺度講情嘅啊？哇，你知你要結婚了呢？哎呦，假次啊，你們還會讀書，去結婚啦，也冇你事。用會冇捱嘅事，春阿姨講，我講你自己事誒，你自己事後就會捱嘅事，你係一家人，吼。其實哦，我基本以來，我係希望你做啲大人，伴好阿家人鬧東姑，一定殺教訓啊你好冇？你講緊喲，阿東姑啊，從細就看到他，佢樣係親中意哦，嚇又乖又老實，我家人哦，喺做啲家本佢哦。一定會幸福啊！真嘅哦，你知你真嘅要結婚了哦，冇亂講法啦。我係驚伊就嚇到啦，冇想講哦，根本見到你親自講聽啊，本學阿家人同阿東姑哦，實在要結婚啦。我冇意見咯嚇，有啲事做決定就好，我全力支持。阿妹唔使急啊，
来叫我来教因学这哦。家人嘛，阿姨吼，差不多因讲过条话，你目标都心肝肚呢。我希望你做得不拿东开只机会，了查高考哪里好无？阿姨，安子说，你姐啊，草本嘢村来嘅老人讲乜解啊？也好，迄那老阿姨嘅秘密做唔得人讲。唔讲就唔讲啊，又还蛮加高去，个背就弯过去。妈，刚好我终于我晒晒了头张你嘞，让真实的共情。哎好啊，到时候我来做一种做客家满汉全席的招待人啊。那快点回来啦！哎，你要今朝拿房贷出来，现年好没？哈？是，用老家是穷用啦，还唔得拿根本嘢就嫁出去哦。家姐，大家就欢迎欢喜，希望你做得幸福啊！阿珍姐，安子说呢，大摆做皮蛋啊。其实我们希望讲吼，一两三搞钱安咯，也结好做得变一家人。哦，用讲干嘛解法？安尼对吼，不能说是家人啊。莫因看，同亚个米满了，做的是当啊庆丰茶红的茶咯，同啊庆丰茶吼又做的是当米满了的点心，唔系是家人系嘛咯？嘿啦，俩米满了同天凤茶行啊，好多俩推开始哈，我轻松加钱，系冇？来，食好诶。家人啊，你要老东东结婚哦，我真感动欢喜呢。系啊，大家就挺一欢喜诶。大姐，我想嫁诶，我唔判定啊嘛。你又问唔判定哦？你哦老家子哦，还是做家庭较好啦。安尼哦，我老阿妹哦，怎做得过得较亲油啊？什么？阿姐？我看哦，叫一世家庭，唔判定系爱。你又问唔判定哦？唔是啦。东东哦，一定会对佢好嘅呀。你看呐，东东哦，终于家人按叫咧，佢嘅心哦就冇变呢。春兰姨哦，从小就对你好啊，当作你哦系佢出来嘅生意。人家过去哦，一定都幸福嘅呀。哎，家人呐，你老东东哦，还要做公生意好嚟啦。按你春兰姨哦，就做人男孙嘅呀。佢天会懂欢喜嘅。其实冇睇过一做生意呢。睡唔到觉呀？今边嘅同阿太子讲嘅话，我全部听到。真正冇得生意，就像穷生意穷了，我做嘢人掉。阿妹，你做太多样事情，我叫你们都懂不会，啊？你还没有上海的，同阿老的。你就对，你身体会给坏哈，你听吗？
阿曼啊，你放心啦，也家人迄家过来吼，阿天要来当作一家母的强勇按下去啦。感谢你诶，就这暗好的母本来做心球呢。春兰，虽然像寂寞样诶，但是俺没有万事拜托。俺这张母哦，讲实在啦，缺点是真多。俺做阿妹以后，非常感谢俺哦，俺包容佢，俺谢佢。哎呦，3班嘞，讲了麻烦咯。事情故意是故意，人都要讲嘞。做得偷偷家人做心球哦，迄爱节目的福气。错啦，你很少向你替班潘医师呢吼？是啊，我总算哦，介怎么出去咧？应该讲哦，介只戇姑吼，总算偷偷补用咧。哎呀，好来，阿健啊，请假哈。阿健伊请咩？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嗯。你也来好着。不是，安子先。阿妹，做乜干哦？做嘛咯？你这有没有家去东营嘅梯房哦？就2条风来听听诶。你安尼哦，一枪已经唔会做嚟示范用诶。咁冇人多啊？阿妹唔怕啦，是的老爸。假死啊！阿妹哦，迄唔攀的啦。某个家人咧，就迄骗人嘅心球咧啊！就算讲哦，迄都在个群，咩啦，迄都有开迄无强嘅啊。以后哦，迄个是家人咧，阿妹强我咩要唔攀的咯？我找某个家人呢，我讲过咧，我会一次拿阿妹做盘。个忙忙法，年年哦，一早早做完好好嫁出去，像阿人强样，嫁部阿东姑阿样好老公，系嘛？阿妹怎么放心？来，家人，你请台，你祝福伢老母呀。哦，好。家人啊，太子哦，祝福你老东东2、3年长长久久，永远幸福快乐。安子先。我爱啦，我祝福你哦，家家有好的消息，家家哦更加幸运呢。真姐，安子说，我想到你是真叫我家人呢，以后哦，安你就做唔得强下工程师嘞吼。咁唔係頭先講，讓日子唔好加當年嘅地方，樣啊，你係要艱苦嘅，同阿妹重要哈。係太子講嘅啊。我家人就冇強用了咩？你姐啊，以後哦，你會家家轉來哦，做唔得建設旺新人哦哈。伊也未聽，反正俺去，伊唔轉來哦，也咩會以東東泰國吉富卡嘅。你做的本來祝福嘅嘛？我祝你長命百歲，福祿壽喜。哎呦，你都會講啊呀？你唔係都去過生日？你嘅書哦，出到哪去啊？唔怕啦，安子先。到阿妹啲啦。增加心球的了。阿妹是第一讲，阿东姑同阿春兰姐嘅倾向，但是没嫁出去的人不必地不卡哦。凡事做嘛事情要想清楚，阿懂事的了啊。你放心啊，那冇像以前样诶，阿唔抵死诶。那约翰，我家交准了快。婚姻那是3年的事情，你同阿东姑那长长久久的事哦，啊，那个事情就有难啊，阿妹的祝福你美满幸福啊。妹。我真不知道。
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渝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样，初恋的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有时孤云水扬起，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难唱多。